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章。后来，大卫问上主讲：“我上去犹大的一个城好无？”上主甲伊讲：“好，通去。”大卫讲：“我着上去倒一个城？”上主讲：“去希伯伦。”大卫就甲伊两个某，就是亚述的人阿希暖甲加密人拿巴的姨孀艾比该，拢上去遐。大卫嘛带军队伊的人甲因的家眷做伙上去，因就住伫希伯伦遐的城。犹大人来遐，应由我大卫做犹大家的王。有人甲大卫讲，埋葬扫罗的是基列的雅比人。大卫就找使者去见基列的雅比人，甲因讲：愿上主赐福恁，因为恁有用忠诚对待恁的主扫罗，甲伊埋葬。愿上主用仁慈、诚实款待恁，我嘛要答谢恁，因为恁有做即个代志。恁着坚强勇敢，因为恁的主扫罗已经死，呾犹大家嘛已经应由我做因的王。扫罗的元帅尼尼的囝押尼尼带扫罗的囝伊斯波设过去马哈念，设立伊做王，伫咧基列阿瑟亚述列，伊发现便雅悯甲所有的以色列人。扫罗的囝伊斯波设40岁做以色列王，在位2年，毋过犹大家缀大卫。大卫伫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，总共7年6个月。尼尼的囝押尼尼甲扫罗的囝伊斯波设的人神对马哈念去欺骗。西罗亚的囝约押甲大卫的人神嘛出去，甲因伫欺骗的水池边相拄，一队坐伫水池的这边，一队坐伫水池的迄边。押尼尼对约押讲：“咱来叫少年人伫咱的面前决斗。”约押讲：“好，互因出来。”因就点人数，派少年人过去，属扫罗的囝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12名，大卫的部下嘛12名。因逐个揪对方的头壳，用刀渡入对方的胁下，安尼24个做一个倒落去，拢死。所以欺骗迄个所在叫做希利家哈素林。迄日的交战真激烈，押尼尼甲以色列人互大卫的部下拍败。伫遐有西罗亚3个囝：约押、阿比斯、阿撒赫。阿撒赫亲像野鹿遐尼牛走。阿撒赫对入押尼尼直入，无偏左无偏右。押尼尼回头看，讲：“阿撒赫啊，是你啊，毋是？”因讲：“对。”押尼尼甲伊讲：“你越去别位掠一个少年人，剥伊的军服。”毋过阿撒赫直直甲对，毋肯越走。押尼尼阁甲伊讲：“你越走毋通入我，我哪着甲你杀死？若甲你杀死，我哪有面通见恁兄哥约押？”阿撒赫毋肯越走，押尼尼就用枪倒插伊的腹肚，枪探过伊的脚趾柄，伊就倒落去，死伫遐。所有来到阿撒赫死的所在的人，拢停落来徛伫遐。
约押甲阿比斯对暗尼尼，日落的时，因入到趁基遍旷野的路边，基仔对面的阿玛山，便雅悯人自己对暗尼尼成做一阵，徛伫山顶。暗尼尼叫约押讲：咱减通永远刣袂煞，你敢毋知结局会真痛苦？你到伫时，才要互跟对你的人倒去，无搁入因的兄弟。约押讲：我记永远的上帝咒詛，若毋是你安尼讲，我的部下就会入因的兄弟到天光。对安尼，约押分扫角，军队的人就停地，无搁对入以色列人，嘛无搁交战。暗尼尼甲对伊的人规暝行军，行过阿拉巴，过约旦河，行规早起，才到马哈念。约押无搁入暗尼尼，就倒来，组织所有对伊的人，阿撒特以外，台北的兵减19人。毋过台北的兵拍死便雅悯人甲缀暗尼尼的人，总共360人。因跟阿撒特去伯利恒，甲伊埋葬伫因老爸的墓。约押甲缀伊的人规暝行军，到希伯伦的时，天拄仔光。